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的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利用早斋之后呢，就拿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分享，把师父学佛的心得呢，透过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来唤醒大家。我们应该互相来共勉呐。佛说速念处，就是说要叫你一定要随时随地朝着这4个方向，你要看清楚，不能忽略，不能糊涂。因为我们都是因为不了解这个世间的真相，因此我们呢就执着贪求，一贪不到呢就烦恼，而烦恼呢智慧就障碍。所以佛说四念处啊，这4种你应该要想念的，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地方在哪里呀？第一个，观身不净，你要观想你的身体是不干净的，你一天没有洗澡啊，那个汗臭味就出来了。手啊在你身上一搓，那个汗垢就一条一条像小虫一样掉下来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个身体还有我们七孔全部流的都是不干净的东西。更重要的是我们身体，你一旦断气了，不到3天，你跟外在的空气隔绝了，你的身体里面就腐烂了。腐烂以后，你看马上就长虫在那里面咬你吃你，这样。哎呀，师父看过很多这种现象。所以各位，佛告诉我们观身不净，重点在哪里？不要一直痴迷，一直要打扮，然后要穿着怎么样漂亮，你不必这个。你如果外在看起来很干净很整齐，好像很鲜艳，但是重点是在你内心啊，你的心要漂亮啊，心要庄严啊，心要慈悲，这个才是重点。你不要执着这个外在的形象，你怎么打扮，它本身实质的内容就是脏的嘛，这是不干净的嘛。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，把你的心好好的照顾好，这个才是重点。第二个，观受是苦啊，我们有生的苦、老的苦、死的苦，还有病的苦啊，求不得的苦，爱的分离苦，五阴炽盛之苦，求不得苦。你看我们求不到，在老来的时候颠颠倒倒的，记忆退失了。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锻炼，没有好好自我要求，所以变老人痴呆，拖累了家里面大大小小儿女啊，百般的不甘愿，但是没办法，自己的父母，但是这样全家就愁云惨雾了。所以你看我们在人世间是这么苦，朋友之间或者亲戚之间，有时候嫉妒、怀疑、诽谤、猜忌，社会上那些诈骗、卖毒的，不但伤害自己，也伤害别人。每一天我们都处在一个胆战心惊当中。所以各位，你看观受是苦，这个人世间太苦了，只有为了3餐拼死拼活的，结果你看跟人家经常计较，经常冲撞，不愿意一点点吃亏。我们呢就想尽办法，用尽手段来为了保护自己，但是无形之中伤害别人。你看这个世间就是轮回，就是颠倒，一直不停的颠倒，不停的折磨。所以观受，你所接受在你身上就是苦啊。更重要的，有意外事故、天然的灾害，这些你无法去避免的，你逃也逃不掉。如果一下子坐飞机死了，坐船翻掉了，你开车相撞了，被人家撞死了，各位你看走在路上好好的，晚上听到消息某一个人就离开了。所以各位，观受是苦啊，世间怎么这么苦呢？所以佛才告诉我们，这个叫做五浊恶世，是非常脏乱的，是污秽的，不干净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极力的推荐你要赶紧念佛发愿西方？那绝对是众善人聚会一处，好的人全部都在一起，没有一个人排挤你，没有一个人故意找你麻烦的，没有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世间，你所接受外在的东西都是苦，都是苦的。观心无常，我们的心是不是无常啊？变化多端啊，忽高忽低，忽好忽坏，忽善忽恶。你看高高低低，起伏不定。这个心有喜怒哀乐、爱恶意、七情六欲，在那边一直打转。每一天我们被这个心啊搞得七荤八素的，神魂颠倒。各位，我们做不了主，就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，也太在意自己。这个我
执、法执都太重了，所以我们这个心变化多端，没有办法去控制它，所以我们才会造无量的业，无形中我们那个烦恼就无穷无尽。所以我们一直做了不应该做的，说了不应该说的，想不应该想的事情太多了。因为这个心是无常，所以我们呢就被这种外在的环境摆布了，心随着这个环境一直不断的在转变。我们的习气太重，没有办法永远保持那个常态，除非你有很大的定力，否则你就是随波逐流啊！这就是心的无常。观法无我这一句话太重要了。法是指世间的一切，这一切的东西无我，没有一样是你的。你想要去侵占它、夺取它、占有它、拥有它，我们在人世间只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呐。有一天你要走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它没有办法跟着你到另外一个世界啊！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啊！所以你看，世间的一切，没有一样是你的。无我，没有一样是我能够随心所欲跟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，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这四个你随时都在关照，你要很清楚的，头脑要很清醒的，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，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你就不会神魂颠倒了，不会颠倒，不会痴迷，不会去贪求它。为什么？佛告诉我的那个是假象嘛，所以一切色相皆是希望的。色相就是外在你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摸到的，这一切叫色相，都是希望。希就不实嘛，妄就是假的嘛，它是不实在的，是个假的东西。所以如果你都明白，时时的自我要求，把这四个方向好好的去体会它、了解它、觉悟它，那你就回光返照，好好的修行啊！到时候你很容易跟法就相应了。我们对外在不贪求，心就减少烦恼。你没有烦恼就不会挂碍，不会挂碍就自在了。那你想想看，这四句话，如果我们能够深深去体会它的话，对我们帮助大不大？很大很大。佛的那一种高超圆满的智慧来告诉我们末法的众生，你一定要往这四个方向好好去深入研究，然后去判断、去分析它。如果他讲的话是有道理，我们应该要选择一个对的地方。我相信我们此生此世，也就是因为我们了解这个世间的真相，我们的心就坦荡荡的，而且我们也不攀岩，也不贪求，很轻松自在的。我们念佛发愿往生西方，成就你的道业，各位对不对啊？这个太重要了。我们今天用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结个法缘，谢谢大家。南无阿弥陀佛。